代理主席，喺業權及土地登記上面呢，我係支持政府推行新嘅土地先行計劃。但係今日呈上嚟嘅二審二讀咧，呢個審議嘅2025年業權及土地嘅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呢，我係有少少保留嘅。最主要咧係有啲被發現嘅問題或者漏洞咧，政府咧並未能提供好嘅解釋同原本嘅答案嘅。但呢啲咧都唔能夠全部怪晒政府嘅。其實咧，為咗走出舊有嘅土地註冊制度，去簡化程序，方便物業轉讓，政府咧都已經係好盡力㗎啦。但確實係咧，仲未能咧做到周全㗎。點解呢條例咁難實行嘅呢？我講一啲容易明白又唔太技術性嘅困難俾大家聽。我哋而家面前審議嘅係一條修訂條例，原本嘅條例呢，就係喺2004年立法會已經通過嘅，但該條例通過之後呢，超過20年，到而家呢都未落實生效。英國呢，就由1925年開始改革業權制度。搞咗18年啦，都未完全搞掂。香港律師會對呢條修訂條例呢，係提交咗3次嘅書面提問嘅。第3次提問呢，就喺8月19日嘅書信嚟嘅。我係喺尋日9月20日先收到政府對律師會嘅中英文書面回覆。政府呢，雖然呢用咗1個月嘅時間去做回覆。但咧，我覺得政府咧係未能夠咧解答到嗰啲問題㗎。大家唔好忘記，尋日係打10號風球㗎。尋日係9月24號，政府咧都仍然好負責任咁去回覆咗律師會嘅提問，呈上立法會，俾律師會同埋各位議員一個交代同埋解釋。我講解以上種種咧，大家咧就已經知道咧呢條條例咧係幾咁困難去俾一個好嘅土地政策可以完整地、完善地把所有問題都係解決嘅。180幾年嚟咧，香港嘅土地業權制度咧係移植英國嘅土地註冊制度，即現行嘅土地註冊條例。呢套制度咧存在咗好多問題，例如政府咧只負責登記，就唔擔保咧業權嘅所有權。保障業權嘅責任咧，就落喺律師嘅身上。每一次業權轉讓咧，由律師確保有關嘅業權嘅文件咧係真確無誤㗎。有錯就律師孭鑊。律師每一頁咁樣去檢查，所花嘅成本咧係高過收嘅律師費。而家咧可以講係做一單就蝕一單，加上咧做得越多咧，風險咧就越高。由於香港嘅律所咧，一般咧都實行咧無限責任制嘅，一爆鑊咧，連累其他合夥人一齊隨時破產，大家咧連律師都冇得做。律所自己都唔知自己有冇孭住個計時炸彈。呢個問題咧，亦都令到律所咧好難咧合併咧發展壯大，就不利於咧香港法律行業嘅發展㗎。所以律師咧係好支持咧用業權登記制度嚟簡化個程序，同減低物業轉讓嗰個風險嘅。土地業權條例訂立嘅目的咧，就係取代原嚟嘅土地註冊條例，提升香港土地註冊制度嘅效率，為物業業權提供不可推翻嘅業權，一切咧以策為準。樓宇買賣咧簡單方便好多。呢條修訂條例咧，亦提供物業欺詐導致損失嘅賠償，更好咧去保障業主嘅權益。如果今日立法會通過土地業權條例修訂，我希望特區政府要動態留意制度推行嘅時候有冇遇到問題。如果不幸咧遇上問題咧，就要盡快提出解決嘅辦法。我哋業界對土地業權條例嘅實際操作上咧，仍然咧係有唔少嘅憂慮㗎，包括以下嘅問題。當確立不可推翻業權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咧係關於新買家係唔係真誠行事咧，係唔係管有物業都仲有待解決。
俾大家一個更加匪夷所思嘅例子俾大家聽啊！如果業主先行隔咗一日，將一個物業買俾唔同嘅兩個買家，但後者咧先註冊其同意警告書，咁業權係屬於邊個呢？政府琴日嘅回覆俾香港律師會嘅提問咧，就話咧先登記同意警告書先得，即係以註冊為準嚇。但咧，就算你係先簽個買賣合約咧，都係冇用嘅。呢個答案咧係同而家未通過呢條草案實行緊嘅註冊制度咧係完全唔同嘅。而家係咧，無論你邊個行先行後簽個合約嘅，如果你喺一個同時間一個月內你登記咗嘅咧，你行簽合約先嗰個咧，仍然咧係有優先權買賣嘅。所以呢個咧，我希望咧所有全香港做緊樓宇買賣嘅律師咧，都聽到我而家講緊乜嘢嘢。如果唔係咧，你就好容易犯錯誤㗎啦。香港物業市場咧係一個投資者嘅，亦都係一個投資者嘅市場。買賣咧嘅形式係五花八門㗎，交易時間咧係可以係好快㗎。我哋寫法例嘅時候，未必可以完全想像到現實世界各種各樣奇怪嘅事件。因此，如果條例獲得通過，我希望政府要留意下，會唔會出現上述或其他我哋而家未能想像到嘅情況，然後盡快跟進。今次修例俾新土地先行呢，可以話係俾市場一個過渡期，令市場逐漸適應新制度。當市場適應之後，我希望政府唔好停住喺度，唔理嗰啲舊嘅土地，而係要盡快把優化咗嘅制度分階段推廣至唔同年期嘅舊有物業。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主席，今日呢條2025年業權及土地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應該係會通過立法會成為法律，但係由於相關嘅法例修訂後呢，係將會從根本性改變咗現行嘅土地註冊制度，同埋喺修正草案討論嘅時間呢，香港律師會提出多項操作性嘅問題，部分問題呢係仍未獲得妥善嘅解釋㗎。呢啲問題呢，話會喺未來法例實施之後呢，可能損害業主嘅權益，亦會令到業界陷入極大嘅風險。雖然我對草案呢係有啲保留，但我唔會游說其他議員唔支持通過草案。主席，為咗更好去保障業主嘅權益同釋除業界嘅擔憂，我希望政府喺日後如果喺正式施行前，又或者實施後呢，發現有實務同埋法律上嘅問題呢，希望政府能夠立即修改，或者發出實務指引，幫助條例順利咁樣實施。主席，本人謹此陳辭。